这是一个。下面就是讲的是，这个第二个啊，就是第二个说是这是这个无上善说之因，唯凭缘起之理由，绝不异于边之见，此三所即互助理，至高无上妙语因。因为呢，就是一切玩法就是凭借这个缘起的这个理由啊，绝对就是不可需要呢，就是依止这个外道就是所承认的这个长讲和就断简的这种编制啊，就编制的这个简呢，就不需要的。我们现在已经就像中国庄论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离开了就是这个粗大的这种这个断简和长简，然后又离开了就是细微的这个长简和这个断简，就这两个都是这个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玩法是这个因缘而产生。因缘而产生即是空性的，那么这个是最进化的刚开始没有通达的时候，恐怕有很多人都是不一定知道的。当你慢慢懂到了缘起空性道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宗喀巴大师也说是这个说缘起空性的人呢，实际上是唯一的这个佛陀，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他所说的语言的话，那对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理也好，生活也好，或者乃至这个解脱的话，那就是一句话就是涵盖就是所有的这个世界，也可以说是一切的这种这个玩法的真理呢，就是用一句话来就是说。正因为这样呢，什么这个中因缘生法，我所即是空，也是为假名，也是为假名，什么一为是假名，也是中道义吧。是中道义吧，就是我们原来就是说这个中论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说这句话就是很重要，就我们很多道友都是当时也是背过吧，就是所以那个就是说一切诸法都是这个因缘而产生的，因为因缘而产生的，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就是说是万法是这个空性的，那么这个世俗当中是它是假名的，生意当中是这就是中观的这个意义，所以中观跟这个中观也好，就是无上法的这个道理呢。事实完全是一样的，真理也这样呢。因为是依靠这个缘起的理由的话呢，我们根本不需要就是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宗教，或者是其他就是世间的一些非宗教的这种这个谢所谢见呢，我们都不需要就不需要。为什么呢？我们如果真正是动到了这个缘起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佛陀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深深的这个见解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通达了就全部通。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是就是能说出了这么样的这个好的这个语言呢，通过这样的这个推理那么佛陀呢，你这个事实上呢，就是第一说就是这是你的这种最伟大、最这个无上的这个善说者就是善说者。所以呢，我们这个月称论师的话呢，就是经常就是对佛陀的这个赞叹呢，就是有时候是用月亮来这个比喻，有时候呢就是说是世界第一说，就是实践当中的就是从那个任何这个语言当中呢，就他能说出这样的。其实佛陀的这些语言呢，并不是很多，有时候我们说的很多了，不一定起作用就是说的很多了，不一定起作用。现在世界上有些人说是这个人很了不起，很有智慧的，他有什么100多本书200多本书就不一定，多了再多也是不一定起作用。你看中观400论就是只有400个颂词，就是多少年就是对人们的这个心理什么样的，大家这个中观根本会论也是400多个颂词是吧？400多少？44449对，就是所以真正就是能说真理的话呢，就是短短的这个金刚语的话呢让这个起到就是起到作用。所以佛陀呢就是诸法因缘生的这样的一个寄送我们为什么说包括这个开光的时候也是念缘起咒就为什么？因为这个缘起这个空性的这种道理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用我们自己就是能见到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你在这个任何一个场合当中呢，就是你可以这个修行你如果没有见到这个缘起空性的话呢，你口头上怎么样说，也实际上是恐怕是不一定是成为真正的这个解脱因就解脱因。所以呢，为什么说在这个伟大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人类历史上呢，就是最伟大的就是龙母菩萨和这个月称菩萨呢，因为他们就是造了就是这么就是特别珍贵的就是基本论点而且这些论点里面呢，就是特别一种这个经验的语言了，就是推出了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就真正的这个究竟的这个深深的意趣
啊，就深深的依据。所以说呢，在我们世界上呢，就是他就是世界的这个无上这个善说家，无上善说者。为什么？因为他一切诸法是因缘生，真因缘生的缘故呢，是空性的啊。就这一句话呢，就是希望我们在座的道友啊，这次通过缘起这个缘起站的这个学习呢，应该就是第一个就要对释迦牟尼佛就是产生一个不共的信心。这种信心呢，并不是因为就是他这个相好庄严特别好看而对他产生信心，而且因为他对所有的这个人都很慈悲，就是因为他很慈悲，所以呢我对你这个起信心，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在世界上的任何智者都是没有说出来的这个缘起道理，就是这个说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对他就是起信心的第一个理由是这样的。第二个理由的话呢，既然我们找不到任何的错误，他在世界上是已经三所第一的，那他所开启的这个教法呢，就是千真万确的。应该我们呢，就是有心，就是抑制它，是我们的这个福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福分。应该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欢喜心来，就是进行修持佛法啊。今天讲到这里。